咱就来讲太阳系啊。你讲过吼，咱上大的迄个宇宙嘛，宇宙来吼，咱的单元是星系对无？其实吼，各个星系团啊，星系团顾名思义就是附近的星系的组一个小集团啦，像咱的银河系啦，加仙女座大星系啦，大小麦哲伦星系啦，咱一寡附近的星系吼，组成一个本星系群。这长课节因为课本无讲别家，所以咱刷落来单元就变做星系。咱的星系啊，星系的英文 galaxy 啊，咱的银河系就是个 Milky Way， 咱顶会讲过啊。刷落来，咱就以恒星为主的。伫银河系甲太阳的中，各有一个叫做星团。因为咱知银河系有差不多2000亿颗恒星对无？伊是安怎一个漩涡，可以大漩涡内底佫有小漩涡哦。银河系的恒星会自己搞小圈圈哦。那个叫星团，那个叫星团。但是我们太阳没有跟人家搞小圈圈的，好险，不然你要多背一个星团的名称。我们太阳就是直接绕着银河系，因为我们太阳升开伫银河系的猎户座旋背，伊是算伫咱太阳是伫银河系较偏远的所在啦，也嘛比最边缘，但我们不算边缘，但是也接近边缘的。好，咱伫猎户座旋背，算伫应该差不多接近，也是一半以外的地方了。好，一半以外的地方。好，这是咱的恒星，咱的恒星以太阳为主。伫个星系啊，恒星这样讲的有星团，佫有星云。星云上面，星系间的尘埃，不是佛光山迄个星云大师。恁知影嘛？造啊嘛？恁比方去佛陀纪念馆，我有一个跑马拉松去迄个佛光山走马拉松。你拿马拉松有关门关门就是讲，他如果限6小时，你6小时不照回来，你就被关门。你想要去佛光山跑那场马拉松所有的人跑了不到半小时就被关门了。为什么？走啊一关门关起来，是安怎？结果是佛光山的师傅要食早顿，规条路封起来我袂过伫遐等伊刷尾食早顿，我身体没有跑过那个路跑这样子，跑了大概15分钟，怎么所有人堵在这里了？被关门了，15分钟就被关门了。好，我可以参加过一场很特别的，来，太阳系，咱太阳系内底个分下，咱的主角，咱今仔要讲的主角，几大行星？8大伫个几当前几单比较一下，2006年之前都是9大行星，伫2006之后改这8大行星，是安怎会改咱再来讲者，是安怎有一粒要用食去安怎？无啦，无胖去啦无胖去啦，上尾一个冥王星上尾一个冥王星问题来啊，咱本只高海的冥王星，结果刷来伫冥王星的外口，我发现第10颗、第11颗、第12颗、第13颗、第14颗。这啥物安怎？科学家开会，统合起2个议案。第一个就是把它那些都抓起来，当做行星。
也就是说我们的行星就很多，安尼会惊袂？考试乱背到13、14。学生上关键个讲，你遐侪了，我其实无啥物意义啊。咱伫个这 AI 时代，资料 AI 帮你找个连网络都唔免啦，问 AI 然后告诉你，你还背那个第几何干什么？第二个意义就是修改行星的定义。修改之后冥王星就从降级吧，降级，它被降级成矮行星。就是说，伊的家族系列里面8大行星，冥王星降一级了，跟它后面那几颗通通降级变成矮行星。那再来讲它修改了什么定义，导致冥王星被降级，这个课本里面有。不然它重要，咱一粒一粒来看咱为什么来第一粒开始看？从靠近太阳呢，第一粒是啥？水星来咱双鱼水星的引力叫啥？来2条这种神呢，希腊罗马神话的那个神众神的名字 ，Mercury， 伊是信差之神，上推啦。是安怎水星是信差之神？因为伊的速度上紧。你上会你爱足紧，那个邮差都很快嘛，然后就出车祸了嘛，不然，你有看过《海角7号》？无看过啊，《海角7号》内底目标上会，当拄着车，当摔落，结果迄个主角迄个少年咧找无头路，目标卡长去，当叫伊上会，结果迄个少年家火送一半，分大送当甲人的批拢落去因兜的迄个抓人内底，结果人拢无受着批，人拢无受着批。那个《海角7号》在我们那时代很红，但是它第一阵是把国片，燃起一个上亿票房，无以前国片拢无人去看，那样你回去看卖，就因为《海角7号》迄阵恒春那个地方观光就红起来了，信差之神，咱今无他们用 email 但是用 email 你也用电子呢？迄阵迄个，你知前阵以色列无？你用迄个收发信，你用手机联络，你有诶电流也嘛用手机你个手机迄珍珠档拢惊用侦测的位置结果因用啥物？因改用阮迄阵咧用的 BB call。阮大学时代 BB call 是阮大学时代的物件。阮迄阵无手机阮迄阵无手机，阮大学住宿舍的时阵你要买电话偌歹卡，全宿舍就一支电话尔。你若男生宿舍阁无人，迄靠男生宿舍的敢若像伊个人要卡来。买女生宿舍迄有够热门嘞，规栋宿舍一支电话，了后曾经要卡入去女生宿舍我伫个公共电话卡拢入去，嘟，挂断，那没有重播键没有重播键嘟，挂断，嘟，挂断，我这样持续了多久？你知道？20分钟，才终于听到嘟，但是你要把它惨按以上，因为你连续动作做太久了，你耳朵听到嘟，你的手已经把它挂断了，然后你耳朵还想，较拄接通紧个卡袂有来得起半点钟。迄种电话卡要1点钟，终于联络到了。你说什么样的人既然可以让我在
公共电话那边按了1小时，哪一种女生可以让我公共电话按了1小时，为了找她？老实跟你讲，我现在也忘记了。我电话唔係記記上面啦，我還記我安尼電話107，那時候我們宿舍攏愛有輪值的人，就是你這個寢室吼，你今仔輪到恁來派人伫遐接電話，若有人打入來，你就講，你要找哪一個宿舍，哪一間宿舍的誰，你就廣播，那間宿舍，你要拿宿舍攏出去請的，所以就講，抱歉，他們宿舍沒有人，有的講好要等電話，也要等一下，落來他一定會叫你講3分鐘，因為你想想看，那麼多人要打進來，全宿舍就一支電話，係啊，唔好聽吼。你有看過古早的電話無？古早的電話還未按鍵是對種電話，用轉盤的吼，你有看到迄種電話？有。迄種電話做什麼？我來講，迄跟電話系統有關。咱的號碼吼變成按鍵的，你會發現講起一個按鍵吼，它的聲音高低不同，迄個音頻式的撥號。因为讯号是有高低音，你不同的数字那个频率不同，去判别说你的号码。但是以前那一种拨号的叫做脉冲式。什么脉冲式呢？比如说你1咚一下回去，你2拨咚咚回去，你3咚咚咚3下，它是用那个脉冲来显示不同的号码。所以是无同的电话系统。依照脉冲还没改时，电话机改成音频式，所以电话机即使按键，你也可以去调脉冲音频。你如果调脉冲，你虽然那个6按下去，它不是出现高低音，它是出现咚咚咚咚咚咚6下，去把那个频率送入去，所以它是一个电话系统的一个转换。依照咧固定为准吼，因为你想想看，他那个既然有申请一支电话号码，可以让人家打进来，你是不是让卡出去？问题是伊敢会让伊卡出去？你讲像阮高雄去台北读册，阮思乡情切长，要卡转甲爸母开讲，电话真过伊学校付，所以伊会做啥物代志？伊会甲迄个拨号盘吼，用一个小锁头给它锁住。锁住之后就怎么样？不能转了嘛，你变成只能接电话，你不能拨出去啊。但是你相不相信？我们照样给它拨回家。别把我管离开，我们就抓住那个脉冲式。脉冲式的特点是什么？它的脉冲不只是转盘可以用，利用挂电话那个地方也可以用。我这个电话撒开吼，因为我要卡等于。高雄嘛，07嘛，那个挂电话那个，1、2、3、4、5、6、7、8、9、10，1、2、3、4、5、6、7，1、2，就是领导的迄个号码，你就照这个打2下停一下，再打几下停一下，全部号码拨完都通了，阿母啊，我也用啊啦，就像你行来譬如就讲，我食了鱼较实在，中气袂顺的镜头拢好啊。后来我们宿舍轮到顾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玩，还给有人讲，你嘛讲，因为你若电话钱伤济，迄后仔啊，你会接空对无？你要，他就会想出方法去防止的。所以我们就说，他站在的，小卡一下就好，卖个用迄个。来第一个水星吼，水星 Mercury， 来第二样看，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星，所以呢，再加上它因为离太阳近吼，伊顶管的气体拢有太阳风吹甲拢无去啊，所以水星的地表无大气，
水星的地表无大气泽星，啥物结果呢？水星跟离太阳上近，所以水星的正反面冷热极度不均。可你看面对太阳那一边，一面对太阳那一边可以高达400多度摄氏，400多度。不过，伊背对太阳一面，伊会咧零下100多度，所以航料无均匀的对啊，正面背面都不均匀。不过，水星还不是它的面，即使它面对太阳400多度，还不是这8颗行星里内底温度上悬的。8颗行星内底温度上悬的是第2粒，叫哪？土星、金星。金星会咱讲甲地球哪上生啊同款，伊的大细粒跟地球差不多。不过，他们在初期的时候，金星可能跟地球的总共拢差不多。不过，因产生一个截然不同的走向，原因出在因的大气。金星表面的大气跟地球早期一样，大部分都二氧化碳，而且它很浓密。金星表面的二氧化碳，大气的浓度将近地球的100倍，这么浓的大气，再加上大部分是99%都二氧化碳，所以则金星的地表温室效应很严重，所以它不管正反面，它可以到达500度的摄氏500度的高温。也让摄氏500度的高温。但地球曾经在初期的时候，可能也是安尼，啊，无咱地球想到会变热即卖大气，咱怎么变成现在的大气？臭氧层。咱应该讲咱的生物去把它转换，然后我们把二氧化碳封到岩石里面，透过生物产生碳酸钙，所以咱地球才会变成现在大气。来，金星的引力，以上，金星可以说一起天空来对你肉眼可见，除了太阳跟月亮最亮的一颗星。好，不过它不是一直都，它只有某些距离跟你靠近的时候会非常亮，而且它呈金色的，所以它两边金星，因为一周水，它金色又很漂亮，所以一起对决神维纳斯，所以金星的英文名称 Venus。Venus 是希腊神话内底美神维纳斯嘛，你可以看过北都有名图，就是维纳斯的诞生为一个贝壳内底出来，所以这是金星的迄个。来，后一粒是啥？水你星。讲，无啦，金星外口是啥？你唔知你进去宾馆？地球。原来地球。地球英文是啥？这个不知吧？地球英文是啥？20好。基本的拢是罗马字，不过20是英文，伊是大地女神，伊的罗马名称叫做盖亚，她是大地女神，所以地球嘛是一个神，不过伊的20是伊的原名，是伊的罗马字的原名，它的原名是盖亚，是大地女神。咱地球，伊个抛情细了是唯一有彗星的一颗行星，干哪一粒？唯一。地球咱唔免
介绍，因为咱其他介绍上济啊。来外口一下，火星，火星，火星的意啊， fire，火星规粒暗色的，让人家想到血，所以火星代表的神叫做战神，要烧济你规身躯血，所以战神 Mars， Mars。火星顶管有稀薄的大气，伊的迄个成分比嘛是99%是二氧化碳，毋过伊做稀薄的，伊拄啊倒变过来，差不多敢地球的1%尔。火星上面有冰，伊温度上低啊，伊无法度形成液态水，毋过伊的两极的极冠有冰的存在。依照咱为地球用望远镜看到火星好像表面有那运河的痕迹，所以依照有些传闻讲火星上面有火星人，也拍过很多科幻片。后来咱迄个登陆火星了，无人的啦，无人太空人登陆火星，还有车子下来，然后在火星上开来开去，没有遇到人，还挖土干嘛？样本，分析啊，可是分析，他再回来嘛，无啦，飞是飞袂转来啊，飞来太耗功了啦。你想看那个火箭，你要脱离那个重力，再飞回来，飞去已经飞已经降落，已经你那个太空船你的所有的火箭去脱离地球的引力，送到太空中，那一定很吃力的。你只有人类登陆月球，勉强说，咱登月是安怎？咱登月是太空船上立月球，一艘母船在月球表面，月球外围航行，然后派一艘子船登月。但是这也很不容易因为这艘子船要有足够的动力去飞转来到母船会，后来在月球的重量达咱地球的1/6。不过，火星无共的，火星比地球只有小一点而已，而且再加上没有人没有人去驾驶操纵它，所以那个难度太高了。所以，咱作为仪器，咱 auto 了，咱直接分析，直接把资料传送回来。但是我们没有在火星上发现任何生物的痕迹你说要挖点看不到，看有没有蚂蚁、小虫那一些，嘛可以。后来这4粒叫做，这4粒一组，咱叫做类地行星。因为地球是班长，地球讲到是班长，因为咱是宾馆嘛，咱是宾馆，跟后面的类木行星，这是2类，有很大差别，差异是什么？等一下再讲，咱先来讲了。来，后一粒是啥？后一粒是这8颗行星内底最大的一粒。木星再大一点它可能会成为另一颗太阳。它按个伊袂够大，但是伊本来算做大。木星它有一个别号，叫做彗星杀手，因为它以强大的重力使得太阳系外面飞进来的彗星容易吸起。曾经有那个照片不是一颗是一排的彗星从太阳系往后飞入来一粒一粒栽入去木星内底。这等于咱地球的救星呢。因为无伊把彗星吸入去，你看这个地球被彗星袭击的几率会很高所以木星也等于是
咱的守护神哦，啊，等于是我们的守护神。后壁这几粒讲叫气体行星，咱敢有登陆过木星？没有。我来讲木星无路可登，伊无陆地，后壁这拢气体行星。你接近它，你如果气入登陆，你飞过去，你会碰到越来越浓的大气，越来越浓的大气，最后整个星球把它卷进去了。伊无像咱头前四粒，伊个外面有大气层，不过伊内底是气体行星，固体的，有坚硬的地壳，有路可以登。木星最有名是一个大红斑，你看伊的图，你看木星的图，伊有一条大红斑，这条大红斑是啥物呢？是木星表面的台风。这个台风会当射3粒地球进来的。啊，想那以台风不会消散，咱地球的风开始射拄着陆地的，因为摩擦无水分换漂移着无。问题是木星本身就是一粒气体的行星啊，所以伊的风开是规粒星球对去射啊，所以停袂落来。我们已经观测它好几百年了，伊的大红斑一直在那边，一直在绕，它是整个风暴。所以你看吼，后壁这4粒行星的照片吼，它都很特别，它都是横向条纹状的，无像头前这4粒，是安怎会安尼？因为它是整个星球在转，整个星球在转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固体啊，所以它在转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跟自转轴平行的一个条纹状。所以你看伊的相片拢是安尼，原因就是这样。然后木星有几颗行星，你知道吗？木星有95颗卫星，木星有95颗卫星，啊，它大的卫星几乎可以跟内地行星一样，差不多。木星的引力上，丘比特。我以前嘛，就是丘比特是迄个有翅膀的假钱的小男孩，不是哦，那个是爱神，对不对？爱神的箭射向何方？那个丘比特，不是哦，丘比特是你有听过天神宙斯了？宙斯是天神，宙斯是他的希腊名字。丘比特是他的罗马名字，所以丘比特是天神的意思。因为木星是上大粒的，所以我们拿天神来给木星取名字，丘比特。来，后一粒，土星。土星上出名就是它的环，土星的环是啥物物件？很多小行星。是。其实是碎片，它很多碎片绕着它转，形成土星的环，很宽哦，好几百公里哦，不过它厚度只有15公里，很薄。嘛，因为土星的环安怎来的吼？众说纷纭，有一种讲法就是土星的其中一颗卫星被莫名其妙撞碎了。然后散开碎屑散成那个环，但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形成的时候就碎屑都被它抓在周围，变成那种。所以土星有多少卫星，你知道吗？我画资料，土星的卫星有146颗，大大小小的。好，不过它在内侧规则的，大概24颗，24粒，剩的拢是大大小小的碎屑，绕在土星的周围，环不算哦，环的那个碎屑不算，它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大小，100多颗啦，100多颗。来，后一个名，来土星的名叫啥？英语名 Saturn，
你看土星哦，土星它为什么要土星？你看土星的颜色，就是黄土色的嘛。那土地色的，这粒就是希腊的神内底叫农业之神，伊是上一代的天神的，对不对？这丘比特因老爸啦，这马斯是丘比特因囝啦，这拢是迄个几代同堂啦，战神是天神因囝啦，这Saturn这土星这农业之神是上一代的天神，退休啊就对啦，传有因囝啦。所以今摆天神宙斯啊，上一代天神 Saturn 啊，农业之神，不过这 Saturn 是英语名，伊的希腊，袂记啦，伊的罗马名，伊毋是希腊，嘛是罗马名字，这 Saturn 是英文名字，无像这甲这拢是罗马名称，好，来后一粒，天王星。天王星的名叫做 Uranus，U R A U S。这 Uranus 这是这8颗里面唯一用希腊名称的名字，他是谁呢？来。伊是因老爸对无？伊是因老爸对无？所以伊是啥？伊就是因老爸啦。这就是上上代的天神啦，这个是因阿公的对啦，因阿公天王啦，就是上上代的那个天神啦，伊传予伊啦，伊传予伊。所以天王，伊有27颗卫星，来刷来，海王星，与派大星，海王星英语名是 Neptune，N-A-P-T-U-R-N， 伊是海神的意思啦，因为海王星规粒看起来是湛蓝色的，湛蓝色的海王星，伊有16颗卫星，所以你看起来后壁内幕行星，伊拢是气体行星，伊的卫星足多，还有啥物？伊的大小看起来安怎？跟内地比起来，大很多，对不对？如果以重量、质量来说，内地比较重还内幕？内地组成的是金属跟岩石，所以它的密度会比内幕还要大。内幕行星的密度差不多1左右，因为它都是气体啦、冰啦、甲烷这些气体组成，所以它的密度都是在1上下。内地的密度有时候3、4左右，本来是它的密度只有3、4倍啊，但它的体积输人家上百倍哦。木星是好几百颗地球的体积哦，所以按你算起来，上面人较重，内幕较重内幕会重很多。人伫遮你来看内底要创啥？早上19班这个看干嘛？老师你有电话？干嘛我看电话？原来上甲一半有人敲电话来，有人敲电话来，伊去看老师有电话来，后壁伊早互降级的叫冥王星，冥王星也互降级做矮行星。来，咱来看这课本有咱第195页的补充。
2006年，国际天文协会修改行星的定义。一爱绕着恒星运转，它绕着恒星运转，这个基本上没问题。第二，接近球体的形状，有的是破片的形状，这个无算啊。第三，上重要的，这是冥王星红降级的原因，就是它可以清除轨道其他的小星体。安怎清除？靠伊的重力，把你吸过来，跟我合为一体就对了。哦，这个是硬要人家跟你统一就对了。好，吸过来。你如果没有这种本事的，冥王星就不行。想嘛，冥王星的轨道有其他的天体存在，你别让清楚，包括它周围的第10颗、11、12、13、14颗，都是类似这一种。所以这几粒我们被降级成矮行星，矮行星。你若只符合第一个条件的有讲，就只是太阳系的小天，这个是迄个咱太阳系后壁，这里主要然后矮行星，佫有啥？因下口有彗星，咱刚刚讲过，另外佫有啥？彗星。彗星是啥？彗星它的来源是在太阳系的最边缘，那个什么叫什么？名称我忘了什么带，最边缘飞进来的冰块，飞进来的冰块。有时候它会一直绕，从哈雷彗星76年绕一圈，有时候它飞进来飞回去就不再回来了。所以这个也会有。那你要选哪条？